立法院今仔审查宪法修正草案，针对开案后续的刑责修订，那被是要甲儿童虐待加重刑责，相当是当判死刑哦。这案中到伫立法院嘛已经表决通过了。另外，日夜将对立法院延会到8月30日，南北表达抗议。今仔早起还未开会，民众党的立委甲民进党的立委，就因为海报要安怎摆哦，发生冲突。 一股来一股去，敢若为三人先来布条安怎放？立法院10日宴会进前，立法院为喷嘴烂各党下动手。你为什么动手飞了？我哪有动手啊？我哪有动手啊？民进党透早办新处理开案条款，要加刑罚当中增加272条之一，杀害未满7岁者加重其刑2分之一，提悬到15到20年。虐待致死，应处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另外修正第286条，对未满7岁者虐待致死等行为，刑度比对7岁以上未满18岁囡仔青少年犯罪更较悬。中华民国刑法增订第272条之1条文，并将第286条条文修正通过。 中央强调，当期严刑虐待囡仔，暗过要求定数证据，佮对宴会到83批遗憾表达抗议。因参加过大法官刑事案总统府秘书长潘平安被判被提名警告立法院拜会民进党团。希望能得到党团的51位所有的党团先进们大家共同的支持呢。 能让这个大法官的会议呢顺利。大法官人事同意权限，会伫7月25日立法院投票表决。民进党表示，议员爱经过内部讨论投票意向，国民党团开放讨论，爱到25当日才会定案。记者综合报道。